其實我想問下游蕙禎嘅，因為佢啱啱咧就講話要個狠字，咁我想問嘅狠係嘅定義係咩咧？即係你覺得議會而家仲唔夠亂，係咪入到去要流血咁先至滿意咧？咩叫狠咧？但係你聲都震喎，你講嘅狠字，咁啊究竟係點狠法咧？我唔該你翻去查字典啦，唔該。呢個叫答咗我問題係咪啊？我唔想喺度嘥時間。你講嘅嘢嘅喎，你講嘅狠字啊嘛，點狠法？乜嘢叫狠？點樣做？對港共政府，我係100% 嘅香港人，我有權問你，你係點樣狠法？即係話你唔打算對港共政府狠嘅，你入議會你只係做緊港府嘅我問緊你，公職。你唔好問翻我啦，啲咁嘅政治伎倆，你點狠法先？你會唔會掟磚？我喺立法會又點掟磚？我想問。你會唔會啊？我想問我喺立法會點掟磚啊？立法會一嚿磚都冇啊！咁點解喺街旺角你唔掟啊？未見過你喺旺角出現啊？你點樣講你本土？點樣講你港獨啊？你喺度呃啲僆仔選票啊？我唔喺旺角出現，我喺旺角住㗎喎。你仲想入立法會？香港仲唔夠亂？實啦，啊！你唔好作嘢啦，林依麗。我喺旺角住，我點樣唔喺旺角出現？你喺旺角佔領，我未見過你喎。我嗰陣時素人嚟啊！我行喺條街度，你都認唔到我啦，大佬。哇！全香港都識你啦，掟磚本土港獨。我想問你啦，你點港獨？你話俾我聽。你敢唔敢綁住啲炸彈個身入去梁振英間屋度？敢唔敢？13號名單嘅時間用晒啦，其他名單會唔會有名單？長者爭取呢個2蚊嘅小巴乘車優惠啦嚇。咁其實我知道咧，其實小巴2蚊優惠，小巴公司自己做嘅。你依家咧就喺度扮爭取，到佢真係落實成功咗之後，你就收割小巴公司嘅成果，就話呢個2蚊優惠係自己爭取嘅。我想問你對唔對得住嗰班小巴公司？對唔對得住香港？游蕙禎，你話人收割啊？你不如講下啦，雨傘運動嗰陣你喺邊啊？你而家喺度收割緊雨傘運動嘅成果喎。好嘢！我幾時又收過個雨傘？游蕙禎，你係掛住港獨啦，唔該你翻去問下你今日有冇攞零用錢啊？喂，游蕙禎，其實我上次問你咧，梁天琦嘅，佢支持你喎，佢話要港獨喎，咁你點啊？咁係咪跟阿梁天琦去做港獨啊？如果你拒絕港獨，你就要拒絕梁天琦嘅對你嘅支持。我想問你嘅問題係乜嘢咧？我想問你接唔接受梁天琦嘅支持？你接受嘅就要搞港獨，你搞定唔搞？呢樣嘢唔到我去接受支持定係唔支持喎？你接唔接受市民對你支持定係唔支持啊？喂，你要港獨唔緊要啊，你俾份名單我啊，我同中央申請下啊。你哋搞港獨，你乜去埋？我哋全香港700萬青少年啊！你要記住一樣嘢，你要港獨，你唔喜歡，你出聲，我哋俾個特殊身份你 ，OK？ 喂，頭先12號舉咗手嘅。游蕙禎啊，我想問，即係本土民主前線嘅發言人黃台仰曾經被捕時候搜出53萬直版嘅100蚊紙，1000蚊紙同500蚊紙，又有100粒偉哥，即係壯陽藥，又有一啲少量毒品。點解你會接受一個咁嘅組織去支持你呢？黃台仰佢朋友屋企收埋啲乜嘢？你應該問翻黃台仰，而唔係問我游蕙禎。黃台仰原來同啲咁嘅人相處嘅喎。同啲咩人相處？就係有毒品嘅咯，有壯陽藥偉哥咯。呢個係你問一個唔關事53萬嘅方法。53萬係全部係好難嘅，銀行而家好嚴㗎，係黑錢嚟㗎，呢啲現金嚟㗎。你都識得講現金啦，咁然後呢？係啊。你咁樣代表咗啲乜嘢呢？代表你接受咗咁嘅組織支持你咯。我就接受有問題咯，呢啲組織。咁關青年新政咩事呢？完全唔有咁689 endorse 你支持你，你就可唔可以接受呢？咩人接受你都可以接受嘅咩？嚇，呢樣嘢唔係梁美芬接受你，你接唔接受啊？係，大家好，我哋嘅政綱係香港民族前途自決，咁所以我哋好希望香港人可以建立翻屬於自己嘅民族意識，然後再重奪我哋掌握前途嘅機會。請大家9月3號支持我13號游蕙禎，多謝大家。跟住請13號名單抽出你嘅對手，係9號。林依麗，我想問你支唔支持香港人應該要有一個決定自己前途嘅機會？當然支持啦，但係呢，我想問你呢，嗰53萬呢，即係我哋籌5300蚊都難啊，53萬點嚟？我又想問下個100粒偉哥係咪同你用嘅呢？
我都知道籌錢好難㗎，不過點解你係咁質我嗰53萬？嗰53萬唔係我㗎，因為我籌5000蚊都籌唔到咯。我都係籌5300都籌唔到，咁但係關我咩事呢？咁我想問啦，咁100粒偉哥係咪同你用？你冇答我。關我咩事啊？我唔關你事，你冇份用。我梗係冇份用啦。咁你唔覺得你同埋啲咁嘅組織一齊，如果啲選民再選你入去立法會，咪真係不知所謂啊！真係。有咩咁不知所謂？哇！選你入去，你睇下你矮我起碼個幾兩個頭，你手無揸雞之力。我想問你入去點抗爭？哦，所以話你入到去就會勇武抗爭係咪林以麗？起碼好過你。哦，咁幾好啊！咁我想問下你點樣去支持香港人有個自決前途嘅機會呢？自決前途首先呢，就篩咗你啲搞亂香港，引啲僆仔去投票俾你。咁然後呢？然後咪首先篩咗你先咯。篩咗我先，然後呢？你淨係篩咗一啲反對你嘅人，但係你對你前途係冇一絲一毫嘅寸進嘅喎。投你一定冇前途。係，希望大家9月4號可以支持我13號游蕙禎，多謝大家。